各位乡亲，咱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寒流到位，各地拢是寒死死。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。咱做伙来看温度。为今仔日开始到拜三，各地拢会真寒。新北市、基隆、北海岸可能会有持续10度，或者是10度以下的情形。今仔日北部甲东北部规天是较湿湿、较凉凉的天气，日时的气温会持续降低。北部过昼了后，气温会降到差不多10度。不过，伫个高屏地区，中昼迄卡到高温还是有伫咧23度至24度左右。若中南部早暗的温差较大，提醒民众都要穿好少。另外，伫个落雨方面，北部甲东北部拢是落雨天。基隆、北海岸、东北部还有大台北山区，部分的所在可能会上大雨。若伫个华东甲中南部是落短暂雨。为拜三开始，各地水气就会渐渐啊减少，到拜五天气会较烧热。不过北部甲东半部还有中部的山区，也是有短暂阵雨。